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一礼拜久，你保守看顾阮，互阮得到十足的平安。主，阮来到你的圣殿，阮深知，阮是有罪的人，原本地无资格来亲近你，但是因为透过主耶稣基督，伊所做的一切，伊拍破伊的身躯，流出伊的宝血，为着要洗清去阮所有的罪过。所以，既然悔改，愿意承认耶稣基督做主的，阮今日会当用欢喜的心，去一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亲近你，也当透过今日的圣礼典，甲你同坐道。主，阮承受遮尔大的恩典，阮也深知应该爱用阮的性命来回应。恳求主你帮助阮，清起阮的性命，用圣洁无瑕疵的信心来服侍敬拜你，也互阮伫生活中间会当透过阮无共款的行动，引带人来就近你。求主帮助阮，阮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今早起服侍正人工。阮无论献诗，无论抒琴、诗会、传讲信息，主你拢教阮三甲地地。特别，阮也恳求你保守看顾，咧参与圣礼典服侍的小会员，阮手所做的工得到你的坚固。阮伫享受甲你同坐道的宴席中，思考阮的责任。主你设立双连教会的目的，就是要伫即个社区、即个城市、即个土地顶面，遍传福音，服务人群，互更较侪人明白主耶稣基督。所以，阮恳求主你帮助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尽阮的责任，会当伫阮的生活中间为你做见证，引带人来到你的面前。是阮的主，我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教会的所有的全职同工甲中职，互阮所做的服侍会当合理的心意，互阮所推动的事工真真正正会当祝福人。我也将教会设立的机构，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带领、保守、看顾。是阮的主，阮也感谢你，收束阮遮尔水的乡土，互阮伫即块土地顶面会当自由生活。我恳求你亲自看顾即块土地，将真实的公义、和平甲仁爱赏赐伫即块土地顶面，互阮所看见，无论政治、经济、社会乱象，拢会当赶紧来平煞，互所有的百姓伫遮安居乐业，会当自由敬拜真神上帝。所以，阮也特别恳求你兴起台湾正教会，互阮伫无共款的所在为你做见证，服侍无共款的人。求主，互正教会都有人接受你交代阮的使命，尽力伫各地野种修行，来荣光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尊贵甲威严包围伊，观念甲喜乐充满伊的所在。地上万民拢在称赞上主，就将荣耀甲观念归互伊，就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互伊，就在祭米来到伊的面前，就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咱做伙，即是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152首，圣诗152首。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请咱起立来吟。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
济。咱做伙来祈祷。万关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佮互阮有一届通好做伙来敬拜学罗你。感谢你，阮本是土，你提升阮，甲你通坐倒。感谢你用重价救赎阮，互阮的罪得到遮砍，用圣洁灯塔，通来条件敬拜上帝。感谢你，叫阮遮袂堪的人。只要信，就会当得救。嘛，感谢你，使圣神帮助阮，赢过去的旧的我。恳求你带领阮，互阮日日进步。你伫阮软弱的身躯顶显出完全。阮拄着试炼的时，阮总是感觉孤单。毋过，因为你活着，阮就无惊吓。阮也愿意。过来日子，因为你来活，阮知你永远听阮，每一日想事教业的稳定。阮知，阮无搁用为着明仔来忧愁。阮对我未来有盼望。阮知你用阮的日子如何，快乐也如何。伫阮败坏的身躯顶。你使阮快乐，主啊，怜悯阮，帮助阮，互阮敬拜，毋是干那形式；互阮的服侍，毋干那是用手；互阮愿意温柔、谦卑、顺服，甲人合作，唱出和蔼美妙的诗歌。互阮的听人无虚假。互阮真正是对心发出，对人，互阮活着是为着基督。主啊，阮愿意为你来活，嘛愿意活出你的样相。阮知阮的祈祷无完全，现在阮用你甲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第2篇，伫咱的圣诗上路面的第2页，《启应文》第2篇。列邦写书宣花，世上的君王徛起来。要抵着耶和华，讲，咱着踹断伊的捆绑，坐伫天顶的着要笑。迄时，伊要伫伊的受气中来对伊讲。主讲，我已经设立我的王。我要传圣旨，你是我的囝，你求我，我就将列邦互你做基业。
你要用铁管拍破伊。担任列王就有智慧，就用敬畏来服侍耶和华，就用喙金圣囝，因为伊的受气要紧紧发出。佮刷落，圣歌队要带咱用诗歌来讹乐上帝。今仔日要吟的诗是我心灵好牧者。我心灵好牧者。
感谢圣歌队用水的诗歌带咱的敬拜。咱下咧要用共读圣经，咱今仔日上帝要对咱讲的话有两只，一个是歌罗西书1章24节到29节，伫歌罗西书1章24节到29节。第一本新约437页。当我为着恁受苦，感觉真欢喜，因为我的肉体的受苦是伫完成基督为着伊的身躯，就是教会受也未了的苦难。我做教会的采用，我对上帝领受的任务是为着恁，要将伊的信息完全传开。这个信息是历代以来对人类所温捌的恶弊，现在已经对伊的信徒显明，上帝要互因知影，伊为着外邦人所准备的恶弊是遐尼丰富佮荣耀。这个恶弊是基督伫恁内面，伊是恁分享上帝荣耀的愿望。所以我对所有的人宣扬基督。用逐款的智慧来劝解，佮教示众人，通互所有伫基督内面真做成熟的人献互上帝。为着这个目的，我靠基督伫我内面运作的大能力、尽力伫拍拼。佮一只是。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第421页，用和平互相联系，尽力保持圣神所赐的合一。今仔日咱的圣经就读到这，今仔日咱的主任牧师要来甲咱讲的信息是。宣告的暑假第2讲，宣告的暑假第2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有讲起宣告暑假的第1讲，咱有讲去到早期来到台湾的宣教师，因有4个真重要的宣教精神，就是看无家己的宣教精神。谦卑认同的宣教精神，尽心尽力，佮充满疼心的宣教精神。咱今日要继续来看，因真重要留落来的脚链，留落来的精神。明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甲弟弟，这时牵起阮的心肝。互阮来领受你的话，求你赏赐阮属灵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赏赐阮信心、气力、疼心，将你的话实践伫阮的生活中间，通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互更较侪人得到福气。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顶回有讲过这4种无共款的精神，咱今日要开对第5种开始来看。早期的宣教师其实因拢有一种特质，就是因看见台湾人的需要，就想办法去帮助补满这人的需要。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为着恁的好处，上帝将这任务交予我，互我做教会的奴仆。这任务是爱我充分将上帝的信息传开。保罗先生讲，伊领受上帝对伊的呼召，上帝予伊一个任务，予伊来做教会的奴仆，目的就是要互伊将充分将上帝的信息传开。所以
保罗伊就尽伊的气力，伫无共款的人中间，伊用无共款的方式去传讲信息，目的就是要互这人接受福音，互这人得到拯救。早期的宣教师来到台湾，因也是安尼做，因去了解台湾的情况，一旦发现有什么款的问题，就设法去改变。因早期的宣告是对看见人的需要开始的，这就是耶稣的脚领。耶稣就是安尼，耶稣看见人的需要，一方面帮助这人满足伊的需要，另外也将福音传给因。咱看见着耶稣拄着破病，就医病；拄着被鬼附的，就赶鬼。伊甲送养人做伙，帮助送养人心灵富足。伊甲有财富的人做伙，帮助这人无受到财迷所捆绑。伊看见人真正的需要，去满足因的需要，而且将真正的福音介绍给因，互这人伊的身体甲心灵拢得到救。早期的宣教师就是军队主要所基督的脚领安尼做。我以下分享4项早期宣教师为咱所立落的一寡基础。第一项，教育。宣教师来到台湾，因主要的目的当然是要传扬福音，但是因知影传扬福音是一个久久长长的代志。那长期外国来的宣教师，这个时间无可能延长，所以一定要培养本地的传道者，所以就开始设立学校来培养人才，所以有设立台南新学院、台湾新学院。为着要互这新学院会当有较少年的人先做有备的工作，然后较来读新学院，所以就设立中学，有中央中学、中央女中，有淡江中学，最后阁设立为原住民设立玉山新学院。这款的教育时间，其实是对台湾的影响真大，因为这学校毋简单是训练在地的传教者，嘛将西方的科学、艺术、文明、文化引进到台湾，互台湾有世界观，也培育真侪在地的台湾人才。所以咱今仔日台湾的教育，西方的教育其实是对咱教育会开始的。第二项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医疗。早期宣教师来到台湾，因知影会当透过这个医疗来传道，所以设立病院，有新老病院，这伫台南；有伫彰化的彰化基督教病院；有伫台北的马偕病院。这病院将西方的医疗技术引进到台湾，互台湾人得到福气，也透过安尼来传扬福音。而且，这个西方的这个咱所设立的这个病院，有足侪是咱领导咱台湾伫无论伫医疗还是社会方面真重要的一寡领导事工。譬如讲伫马偕病院的罗惠夫医师，伊成立台湾第一个生命线自杀防治中心，第一个加护病房也是伫遮设立的。第一个烧烫伤病房嘛是伫遮设立的，而且因设立遮的毋是仅设立机构尔，因是真正用疼心来经营遮医疗的事工。譬如讲，举一个咱伫中部，即个蓝大必医生，因夫妇拢是透过真有疼心的医疗工作，来帮助当地人。因两个夫妇，家情形拢真朴实，拢真节省，
但是却帮助真侪送乡的百姓。咱台北医生有时会去彰化的街路顶面找迄个无人要插的这流浪汉，因为有的人是破病，规身躯生疮老血老脓吼迄模样真恐怖。但是伊袂惊呀，将因带倒来基督教病院内底来照顾，互因身体得到医治，然后将福音也传互因，将耶稣介绍互因。所以咱台北会听心甲行为吼，伫彰化地区是无人毋知啦，所以当地人拢非常尊重伊。当地流传伫迄个时阵有一个俗语，叫做“南门妈祖经，西门兰医生”。意思是讲兰医生因对兰医生的尊敬那亲像因对因家己生命的尊敬。所以咱嘛捌听过讲，兰医生有一遍去一个所在伫遐医疗，伫遐传道，伊拢是搭迄个上届暗的一班火车，倒来彰化。因为迄天的病人较济啦，所以一直看服务到迄个火车已经要出发，还未到火车站，但是火车的迄个列车长当时阵做一个决定，伊讲等兰医生来，咱火车才会当开。所以咱所有的人拢是咱咧等火车，只有咱医生是火车咧等伊。可见是人遐尼对伊尊敬这就是尽心尽力，看见人的需要，去满足人的需要，然后将福音传互因。所以对圣经来看一个人的价值，毋是在伫伊偌有成就，也是讲伊趁偌济钱。一个人的价值是伊到底荣耀神上帝，伊够影响人，够帮助人，帮助人明白上帝，互人的生命有智慧，互人会当敬畏上帝。这是圣经咧判断一个人的价值。这也是早期宣教师因所留落来的典范。毋望咱会当将伊延续落去。第三项是社会关怀。咱知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向上界重视教会甲社区的关系，就是讲社区中间有啥物款的需要，教会总是会设法来协助。这是早期传教士所留落来。譬如讲甘伟仁牧师，伊是伫早期伫台湾中南部遮，特别伫中部做女性传道一个真重要的宣教师。伊伫宣教的中间，伊发现到真侪当时阵台湾有真侪遮的盲朋友，就是目睭失明看无的。当时阵盲朋友伫台湾的社会处境实在是真凄惨。大多数只会当做算命的，无就爱做去食人本。所以伊就想办法去改善盲朋友的问题。伊就引进即个叫做凸字版的课本，就是咱今仔点字的前身，或者盲朋友会当读字，会当读册，会当读圣经，会当吟圣诗。另外伊个去游说即个当时阵统治台湾的日本政府，会当为盲朋友设立官方的学校，来照顾遮个盲朋友。所以迄个时阵就成立台湾第一个盲朋友的学校，伫台南。另外，伊也帮助遮盲朋友会当家己生活。伊感觉盲朋友会当做几项工作，做传道人，会当做
一个较简单的手工，所以伊就帮咱这盲朋友去学车máy啊、车碰洗、车模啊，帮咱盲朋友会当做一寡小生意，来改善因的生活。所以就是看见需要，就去做推动这个事工。搁另外，咱有听过牧师讲过马希洛宣教师，伊来到台湾的时阵是头起是社委来招来，伊嘛毋知要做啥物货，但是伊伫路林继续咧行的时阵，伊看见着真济，因为迄阵咱台湾有流行一站的即个小儿麻痹，所以有真济细汉囡仔得着即款的病。无法度徛，无法度行，有诶爸母就将因放伫一个桶仔内底，茶桶内底，互因伫路林安尼用手安尼爬。伊看到真毋甘，伊就设立一个机构来收容遮个较特殊诶囡仔，帮助因会当家己自理生活，训练因手工，帮因设立工厂，比如讲因会当做水饺，做一款手工艺品，甚至做咖啡，来卖，互因会当生活，佮巩固因的文书台训练，咱知影，伊所训练出来有咱的迄个奥运的残障国手，迄个举重的，有足侪人都是因为因来得到祝福。所以咱看见着因，就是看见需要，就去做推动这个事工。今日咱长老教会有设立这个机构，原住民、妇女、渔民、个彩虹妇女事工、个身心障碍、个劳工，而且关怀事工，目的就是互这个需要帮助的人会当得到一寡资源。搁另外，咱长老教会也是对政治非常关怀，因为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咱基督徒活踮伫世间，也爱关心政治。长老教会上届出名的就是有三遍发表政治关怀的宣言，就是1971年的国事声明，1975年的我们的呼吁，1979年的这个人权宣言，这咱今日看起来个像无啥物货，咱理所当然，这是民主的一个宣言。但是伫迄个时代，是伫威权时代、独裁时代，要讲即款的宣言需要真大的勇气。但是咱今日回头过去看，其实这宣言拢是有先知性的。对咱台湾民主的改善甲进步有真大的贡献，嘛得到社会真大的认同。咱今日伫咱的教会，嘛设立教社委员会，咱教社委员会伫前几礼拜，咱有一个主任特别甲大家介绍教社委员会所做的事工。这事工其实对咱台湾的影响嘛真大。只要咱愿意认真做，就会带来一寡影响。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啦，咱甲咱附近的一个国中有一个合作，就是有一寡较弱势家庭，可能囡仔下课了无法度去补习，所以咱教会就派咱教会的青年，互因去到这个学校内底做学生，这弱势家庭的学生的辅导。这个青年去其实是来陪因读册，帮助因会当将因的作业完成。但是毋干那安尼啦，这个青年嘛会当对这个弱势家庭的囡仔有一寡心理的辅导。咱知影即摆囡仔有心理有一寡代志，可能毋敢甲伊的同学讲，毋敢甲伊的老师讲，因为即群年龄较大一点而且青年去陪因，所以因嘛愿意将因的心情对因讲。我都有看到一张批，
这条批是一个囡仔，一个学生写予去辅导的青年的。可能这字上无清楚，大家看无。伊主要是感谢这个青年人，会当陪伴伊，听伊讲伊真济，伊讲真济废话甲问题啦，会当听伊的心声啦，感谢这个老师会当提供伊一寡人生的方向。伊讲伊大概要变9年级啊，可能袂当去甲这个老师见面，但是伊非常感谢这个老师。我想想咧想，这个老师可能是只有听这个囡仔讲伊的心声尔，可能简单来勉励几句，对这个囡仔都有影响。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其实咱每一遍有可能去接触到的人，咱拢有可能才做伊生命中间真重要的祝福。咱可能一寡鼓励的话，一寡安慰的话，也是替伊祈祷，可能带予伊足大的祝福。这是咱会当做的。看见人的需要，咱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就是去对需要开始来帮助伊。所有的宣告拢是对需要开始的。再说第6项的精神，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团结合一的宣告。保罗先生讲，咱对遮读的是第3章，咱对第1章开始来看是讲，所以我肯定，我是因为侍奉主来诚做受国家的，恁行事为人拢应该符合上帝呼召恁迄个时阵所立的标准。恁来谦逊、温柔、忍耐，用疼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系，尽力保持圣神所想事合一的心。保罗咧勉励当时阵的教会信徒，一定要合一。合一是见证，合一是宣告的力量。你来想看觅，那无论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团体，你若内部互相伫遐咧攻击勾心斗角，互相攻击，这个团体自然而然会解散嘛，会分散，无力量嘛。一间教会嘛是同款，咱教会若内部无合，安尼要对外去宣告，合一是上好的见证，合一是上大的力量。咱若合一，会当真认真去对外去宣告，一定能带来真大的成果。咱看见到，其实咱台湾原本地因为教区的原因啦，宣告车会无共款，分做南北2个大会。南部是对苏格兰来的传统，北部是对加拿大来的传统。虽然拢是长老教会，但是当时阵分做2个大会。比较有一个人，黄兆辉牧师，黄兆辉牧师伫台湾受教育，后来去日本读东亚帝国大学读铁学、文学、伦理学，后来佫去英国剑桥大学读神学。出业了后，伊伫1941年，就去甲英国的苏格兰长老教会做传道者。到1947年的时候，咱台湾发生一个重大的代志，就是228事件。伊听了228事件了，伊就带伊的某囝回来到台湾。伊感觉台湾需要有较侪福音的工作。伊回来到台湾，伫中央中学咧教册。然后伊伫1948年2月，伊受邀请伫迄个时阵，南部大会有一个青年大会，伊做演讲，中间有一句话影响真大。伊安尼讲，伊讲合一，咱就会当生存；那分开，咱就会灭亡。在呼吁这青年人爱合一啦。所以
青年人开始做合一的工作。伫1948年，伫淡水有召开第一遍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迄阵有1500个青年，大家组织，大家咧思考讲教会要怎合一。所以伫第二年1949年5月初3，就成立台湾教会青年团体，伫各教会拢成立，叫做 TKC。TKC 的成立，促成了1951年咱南北大会合作一个总会。第一遍的总会就是伫咱少年教会召开。伫1999年，就是青年团体 TKC 成立50周的时阵，总会有办一遍的庆祝大会。我有特别为着这个庆祝大会做一首主题曲，主题曲。我是用台语写，到尾个来翻做华语啦，这是台语的版本。1948淡水组织青年团体成立，看起分裂力量消失，呼吁教会合一。当咱军队前辈脚步承接改革的路，奋斗向前，毋惊艰苦。立志为主奔波，我第一节是咧写历史啦，伊有一个副歌的部分是甲主题有关系，主题是喜乐愿望甲主同行，活出丰盛生命，忍耐公义，四维充满，上帝旨意得成。第二段我是写到迄个时阵的台湾的状况，台湾现时拄着困难，社会渐渐黑暗，心灵受到罪恶掠陷。前途变成无望，求主引带头前路途，光照心内乡土，找见圣神扶持帮助，成全上帝国度。第三节我是写未来，无得看轻年轻生命，尽力为主拍拼，信仰宣传言行事正，宣扬救主的听，甘愿献做偌济小尽，毋愿受坏心神。这句是马街讲的。求主暂愿心志换新，决志献愿本心。这个组织嘛是千几个青年伫中央大学组织，大家有去思考未来基督教会的前途要安怎行。但是咱看见着，其实咱看见着基督教会真侪青年的流失，是让我感觉真痛心。我有一个无确定的资料但是我有听一我牧者咧讲，咱台湾即马基督教会有6成的教会无青年团体，也有6成的教会无儿童主日学，无儿童无青年，即款的教派敢会有未来？所以咱搁爱较认真。来用遮的少年辈来宣扬福音，互因会通信仰，会通定调伫因的生命中间。咱看见着，我拄则有讲，因为1949年开始青年合一，到1951年这是华语的1951年，这张相片就是伫咱少年教会头前翕的。这是第一遍的总会。1951年成立总会了，开始南北合作，推动一个介要紧的事工。伫1954年到1964年中间，天主教会推行一个有史以来上介重要的运动，宣教运动叫做培家运动，PKU。这个运动，伊是愿望讲伫10年中间，大家尽力来传福音。伊的目标就是，互当时纵贯路铁路所经过的乡镇，拢爱有设立教会。既然公路局有够的乡镇，拢爱有教会设立。
然后信徒会当加倍。迄个时阵，咱的信徒是44507个，所以大家伫即个过程中间真力咧拍拼。当时迄个时阵，有一寡人看衰即个运动啦，吼，讲 PKU 吼背家运动叫做摆卡运动啊，吼，但是伫黄宗辉牧师、黄武龙牧师，因即群人会坚持努力下面，呼吁迄个时阵全台湾每一个教会信徒，拢做伙来做三项代志。叫做3献运动。第一献心，就是每一天拢用10分钟，一个人10分钟，10分钟为着陪教运动来祈祷。今日牧师若要问你，恁一天敢会当开10分钟，来为着咱教会来祈祷？哦，若有人咧祈祷，我确信咱教会会同时间拢会成长。第二献金，阮无论偌济，吼，有钱献钱，有力献力，甘心乐意就好。当然有一个目标，当时阵是望会当献1000万。第三献工，献工就是伫亲戚朋友中间，咱选微信者一个，咱有计划每一礼拜一日做探访日。一礼拜拨出半点钟来对伊做见证，替伊祈祷，带伊来教会。一个人若认一个人，10天的时间敢带袂起一个人。哦，若一个人认一个人，10天了就陪家嘛。哦，所以伫短10天中间，咱看见着陪家运动的成果，人数对44507个变成做102943个，教会数对233变做466，多好陪家。佮加上原住民的信徒，总共信徒变做179,910人啊！超出陪家的目标真济。现金的部分，原本定1000万，到尾总共献2000万。这个运动带予咱真重要的启示，就是若当合一，若当团结，宣教运动得当传出去。牧师阁要这边来提醒大家，顶礼拜有讲过咱的生命树计划，你看这样树啊顶面还阁无挂半个果子，好，但是牧师是望恁登去顶礼拜登去想。咱从望咱带领的人的名，等下咱出去了外面有放这有需要的人，咱就摕哈。顶面有印讲我愿意带领，中意你就写啥物人的名，认捌耶稣，别签你的名。然后落入去外口有一个箱啊，叫生命果的箱啊。然后落入了，我会请专人来挂起你。好，望咱。后礼拜就有人认养吼，挂伫这个树顶。然后咱每一礼拜，伫礼拜中间，咱会为着这福音对象来祈祷。然后你若有领养的，你就来参加10月初5的新朋友训练。吼，10月初6到10月13有2堂的课。吼，咱第3堂的，咱就9点，就来到教会啊。上课，咱报名会当上课，上到10点，然后10点半较来礼拜，若做第2堂礼拜，第2堂礼拜做了10点半，搁有一堂小共的课程，目的就是要互大家知影安怎用关系报道，引带人来求问上帝。然后12月17日，咱有办一个福音大会，咱邀请张文亮教授。来甲咱做伙分享，这是一个真好带朋友来的机会。咱只是上帝器具啦，咱把朋友带来教会，我相信圣神的亲自感动伊。咱毋免讲，惊讲无成果，
圣神亲自感动伊，修行的是在地上帝，咱是亚正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做伙来配合这个时间。最后一个，咱来看咱的先辈，因是做荣耀上帝的宣告。保罗曾经讲：愿荣耀归伫咱的父上帝，世世无穷。阿门。台湾教会有今日的成就，你甲我有机会会当享受福音的果实。咱不得不感谢早期宣教师因的努力甲奉献。真侪台湾人的灵魂，是因看无家己弃杀性命换来，因拢是荣耀上帝的人。上帝借着这群人，将福音的种子也点伫咱这个土地顶面，这个土地顶面的百姓，也当透过因来明白上帝来得到生命的救赎，得到祝福。今仔日这个责任临到你甲我的身躯，咱拢是亚正的人，咱就尽力去亚正。牧师确信，咱若尽力去做这个代志，上帝确实会听咱的祈祷，应允咱，互咱成做一个宣教的教会，成做一个祝福人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踏着圣灵的脚领，愿望会当互万民得到救。求主帮助阮，互阮成做你所使用的器具，遍野种子伫这块土地顶面，也愿圣神灌压活水，或者种子会当结实累累。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煞来要吟圣诗，新圣诗355首。愿打主席甲主坐倒，愿打主席甲主坐倒，请咱起立来吟。主
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未参者，三甲来甲主同坐道，享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来听主耶稣对囝仔归义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恁囝仔着无担重担，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伊也安尼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我断袂枵；信我的，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甲恁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作谢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见了恁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摕饼作谢，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亲爱主，现在阮照圣经耶稣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主，阮谦卑恳求你，这个时刻找见圣神来圣白阮，也圣白者会摆咧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也对你恩典的帮助，通车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属灵的生命持续生长伫你的恩典中间。通用阮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用恭敬的心伸出双手来迎接这个饼，这是代表主耶稣为着咱拍破的身躯，咱感谢伊，因为伊牺牲伊家己，咱得到救赎。
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最后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你要是，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用恭敬的心来提这个杯，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流出宝血，洗清去咱的罪。
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惊安尼来孝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感谢。主，阮感谢你，对你个大爱听，阮甲你同坐道，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生活的食物，也互阮知，阮真正是圣洁奥妙身躯的一体。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咱了后，会当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用奉献接续咱的敬拜。做伙来祈祷。疼痛的主，阮知万项物拢是你所想事，你供应阮一切的需要，佮互阮管理你仓库。当阮今仔日用管理中的一小部分的钱财摕出来做你的路用，恳求你，互阮看起你所行的新业，毋是为着阮家己的好处，乃是丰丰富富的帮助利益众人的需要。
分开你祝福阮的奉献。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本会会友郭良峰姊妹伫8月13日安息主怀，已经伫8月24举办告别礼拜。感谢兄弟关心，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二个就是本会会友陈淑蕊姊妹伫8月21安息主怀，定伫9月14礼拜六的上午8点半伫台北市怀爱馆景行路第中一厅举行日念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过来，咱有一段，就是咱福音音乐会，咱的圣歌队伫9月7、8下晡1点半伫咱10楼礼拜厅，因的主题是伫圣乐内面拄着你，咱来看因的影片。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从古典到现代的圣乐，让我们得以借着圣乐的洗涤跟吟唱与默想，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时刻都能够很亲近上帝，而且感受到上主的爱。我从民国65年开始就参加，经过许多指挥的带领，让我们知道圣歌队的职责其实不是只有在主日在献诗，因为圣歌队也自称为 Chapel Choir， 就是教会的诗班，所以有关教会的一些典礼，不管是婚丧喜庆，或者是退休会、灵修会，我们都要担当为带领圣事的一个角色。指挥所带领的歌曲里面，我们更要了解它里面的意义，能够感动我们自己，唱出最好的声音来感动别人。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我是圣歌队副队长林良汉，要诚恳邀请大家来参与圣歌队。我知道大家很怕传统混声4部合唱，还有要唱台语，圣歌队的门槛是不是很高？在台裔美国人黄仁勋都从美国回台湾讲台语了，我们定根于本土的长老教会，更责无旁贷的要把台语混声4部合唱传承下去。大家可以来，我们指挥会给大家试音，男生分成男高音、男低音，女生分成女高音、女低音。我们现在各部的团员会热心的带领大家，让我们把我们长老教会美的传统传承下去。圣乐时常会当表现咱信仰本质的一个工具。咱透过圣乐会当学到上帝，透过圣乐会当勉励人，透过圣乐，咱也当将咱的心情来对上帝表达。所以圣乐是非常有价值。咱伫9月7、8下晡1点半有一场咱所主办用圣乐分享的音乐会，希望大家做伙来参与，做伙来欣赏，做伙来透过圣乐来敬拜，
9月8号下午1点半，10楼礼拜堂，在圣乐里遇见你。好，咱接续，请咱的主任牧师来回应来宾甲补充的报告。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边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这有2位，第一位是林杰怡姊妹，伫遮欢迎欢迎。宇国兄弟兄的朋友来请坐。第2位是林淑智兄弟，林淑智兄弟，伫后壁遮后壁遮，欢迎欢迎其他毋知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无介绍到的，欢迎这贵宾，等下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接待。咱后礼拜有一个迄个圣角的福音音乐会，欢迎大家当来参与，大家做伙来学习，若有兴趣的人咱加入圣乐队咱来吟上营510首，俄勒天顶主宰，510首俄勒天顶主宰，咱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小温强受切恳。